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平安。好，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起立。好，跟着我们一起来暖暖手脚。好，暖暖身体，要动大一点。对，外面天气很冷，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暖暖身体，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好，第三个我们来开嗓。好，来喽，我们讲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没错。好，那接下来呢？还有最后一个步骤，我们来找2个人，就是你之外，然后再找2个人，跟他说，让我们热情来敬拜主，让我们热来情来敬拜主，让我们热情来敬拜主。没错，即使外面天气很冷，但是也无法消灭我们对神的敬拜、神的热情。阿们吗？阿们。好，让我们带着热情来敬拜。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来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新基督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让我们更多来宣告，我能胜过这世界，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阿们。哈利路亚，新起初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来，更多的宣告，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照亮黑暗的世界。来，接下来邀请大家来跟着敬拜团一起起立。好，等一下呢，敬拜团会先，然后再来换你们哦。好 ，OK，Let's go。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好，你们能力胜过这世界，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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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我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起主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
耀的归给耶稣。阿门。哈利路亚。阿门。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用重价赎回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带着信心来宣告，主啊，我们能够与你胜过这世界。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将我们的生命的顺序，将你摆在第一，还有唯一。你用重价救赎我，是我手里最热的，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的酒。你赐生命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主啊，让我们的敬拜，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俯视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用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是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你而翻转，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
服侍，飞跳双手，而祷告飞进永恒。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是的，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披上圣洁的装饰，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跟你说，我们要活出被你拣选、分别为圣的生命，成为祝福的器皿，一生为你所用。创世之前，你拣选了我，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我能给你什么？尊贵，世界舍弃的，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创世之前，你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让我们举手来敬拜，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所以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随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
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所有一切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让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主，我的赏赐在于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一生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带领我们能够在今天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从去年跨入到今年，也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学期的学习即将告一个段落，要准备进入寒假。有的同学正在准备即将要开始的学测的测验，主啊，也求你保守他们在这最后的冲刺期间，能够身心灵都健壮，也让他们有最好的预备来献给你。我们也把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赞美，还有服侍、祷告，都交托在主的面前。愿神你的话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得到帮助，得到坚固。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荣耀你。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立在利未记第20章，我们要读的是20节到26节。22节，20章的22节到26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24节，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流奶与蜜之地，就是我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份的。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你已经放寒假的，请举手；还没有放假的，请举手。好，那很多的人还在准备学期的期末考试或是期末作业，而寒假已经有的人已经开始放寒假。好，那不论你寒假开始没有，但是在今年的冬天呢，的确特别的冷啊。那在新的一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受到新的一年有没有新的气象，还是冷到都不想动，什么都不想做。而怎么样能够不怕冷？怎么样能够在寒冷的当中继续勇往直前？你内心的 passion， 你内心的热情是非常重要的。好，跟你旁边的说，内心的热情是非常重要的。内心的热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礼拜牧师去了台南2天，去2天参加研习的时候，哇，发现台南呢很温暖，而且呢台南非常的热闹，即便是礼拜1、礼拜2，但是呢这个在很多这个特别是卖吃的地方呢，那个生意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都是年轻人。我很纳闷，这些年轻人礼拜1、礼拜2不用上班，可以在这边出来排队，然后吃美食。可能有的已经是考试，有的可能已经是放假。但是呢，让我发现，台湾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地方，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在今年的寒假，好，你有计划旅行呢，好，你可以不妨到各个地方去看，不是只有在我们熟悉的桃园，而是能够去到不同的，或是你很常去的台北，而是能够去台湾各地看看不同的城市，在那个地方不同的生命力。我发现，在台南的年轻人也很有创意，好，他们所开的店，好，那他们所的招牌和美食。而且呢，台南的消费人也不低哦，喝一碗牛肉汤呢，也要250块哦，好，一碗牛肉汤，好，甚至呢，这个台南的早餐呢，好，一碗咸粥也要200多块哈，早餐啊，台南人也吃得起。会纳闷哇，那他们靠什么在生活？好，那当然就是一定呢，好，必须要有收入，好，要有工作，他们才能够负担得起这样子的生活。而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与上帝来同行？好，也是我们今年学习的目标。那我们要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们迦南教会好在去年2024年的奉献呢，总共是多少？我们可以用国字来读一次吗？14873983元。这是我们在去年2004年1月1号开始到12月30号的总共奉献的收入1487万。而我们去年所定的去年定的这个预算的收入呢是多少呢？1486万，1486万。好，刚刚好超过多少呢？超过13900元，哇！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神机啊！好，因为去年一整年呢，教会一直很担心奉献不够，好，奉献收入会减短，好，而且可能会短了300-400万左右。结果没有想到去年年底的最后一次的奉献，好，总共呢不但好有达到目标，而且还能够超过1万多块。好，所以感谢上帝。好，虽然整个去年迦南教会支出也很高，好，超过这个数字，但是呢，好，上帝让我们看见这是上帝的教会，好，上帝让我们能够丰盛有余啊。所以跟你旁边的说，你的奉献让迦南更美好，你的奉献让迦南更美好。好，那我们今年呢，2025年，好，迦南教会也已经开了好几次的预算的审查。好，那在前几天礼拜4啊，那礼拜3祷告会完之后，还加班开会。好，那今年2025年的奉献的目标预算是多少呢？我们来用华语用国字来读一次：18439940元呢。好，比去年多了多少？大概360万。好，比去年增加360万。有没有信心在2025年迦南教会可以达到1840万的奉献呢？有没有信心？好，有信心。好，虽然我们不一定有收入，好，可能你目前的身份是学生，但是呢，每一个奉献呢，在上帝来看都是重要的。所以跟你旁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我们教会知道上帝是这个迦南教会的牧者，那迦南教会就必不致怎样缺乏。为什么奉献会这么高？1800多万，预算抓这么高？因为我们的事工，因为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计划很多，所以我们不仅是只有在教会内部，还有在教会的外部。所以今年迦南教会有很多的事工，这个近的话在桃园，比较近的话，我们有个退休会，在5月母亲节，我们要去到云林古坑。而4月份呢，我们会有这个全台的环岛的这个4天3夜的活动。好，那我们也会去到台南、高雄、台东，好，绕台湾一圈。好，甚至呢3月开始，我们就会有这个德国的宗教改革之旅啊。好，那这些费用呢，好，琳琅满目。但是呢，就是要能够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能够带到更多的地方与人来分享。所以在新的一年，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祷告，好让上帝能够赏赐祝福给我们，在我们的当中，好也在教会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为迦南教会过去的一年献上感谢，也为新的一年我们来向主祷告，求上帝预备好，让一切的恩典都够用。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在迦南教会2024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充满彷徨，是一个充满担忧，是一个充满许多忧愁的一年。
但是在2024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年当中，上帝的恩典满满，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供应够我们所用。主啊，我们也为着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所经历的，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使我们丰盛有余。我们为这一年新的开始继续来祷告，求你赐给我们能够有信心，勇往直前，除去我们担心，除去我们的小信，除去我们心里面的担忧和怀疑，让我们更认识你是神，你是掌管天地的主，你是迦南教会的主，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的上帝。但你们在新的这一年，能够经历上帝你的神迹奇事，能够经历上帝你丰盛的供应，使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富足、平安和强盛。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也让我们能够在课业上、学业上、工作上，在身体健康上，在人际关系上面，都能够靠主得胜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献上祷告，祈求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上个礼拜牧师有跟大家来分享利未记前半段1到16章，讲到是称义，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后半段16到27章讲到是成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与神来同行。所以上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利未记上半段的前半段有3个关键字。第一个字叫做什么？祭物。第二个呢？第3个呢？很多人没有专心。好，再跟我说一次，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第3，赦免。在读利未记，你只要懂得为什么上帝需要祭物，懂得为什么上帝要安排祭司，为什么懂得我们如何得到上帝的赦免，这样利未记的前一半段，你大概就可以抓住重点。而在上礼拜我们讲到这个祭物呢，在罗马书让我们知道，祭物不仅是耶稣基督，我们也是活祭。所以罗马书说，我们要当作活祭，要献给神。我们怎么样成为活祭呢？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跟牧师说一次，心意更新而变化。而祭司呢，我们也要成为祭司。祭司就是要刻苦己心。我们跟牧师说一次，刻苦己心。成为一个祭司，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站在台上拿麦克风的人。成为祭司是每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都要学习刻苦己心，去帮助、去体贴信心软弱的人，去分担他们的信心上的软弱。而第3个要怎么样得到赦免呢？就是不可做工，能够得到安息。我们一起说同得安息。同得安息，同得安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知道这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到。就如同刚才牧师所分享，去年迦南教会的奉献1400万，能够达到目标、达到预算，真的不是人。我相信从教会当中所有的长老，包括牧师，大家在去年都没有人觉得说会达到1480万、1486万的目标。但是呢，我们只有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我们只能够尽我们所能的。结果上帝在最后1个月的最后1个礼拜，让这个数字呢就冲破到1486万。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所做的功，而是让上帝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而这是利未记的上半段，就是祭物、祭司和赦免。而利未记的下半段是什么呢？是有2句话，更简单的2句话，叫做日常生活。跟牧师说一次，日常生活。等一下读利未记的后半段，你只要抓住这2个字。17章到22章讲到是日常当中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呢，你要怎么样跟祭司来连结？你要怎么样让祭司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带领你过圣洁的生活？而23到27章就是每一年要这样子循环再循环，就变成是我们的生活。所以过着这些的节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上礼拜牧师有跟大家分享，从犹太人的新年从哪一天开始？吹角节，对，好，犹太人的新年呢，就是提利斯月，好，7月犹太历7月1号吹角节开始。吹角节的第10天是什么日？赎罪日。赎罪日之后是什么节？住棚节。好，住棚节连续庆祝8天，而就成为他们1年又1年，这就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哦。
所以我们如果明白利未记好这5个关键字，好，我们再来读一次这5个关键字：祭物、祭司、赦免、日常生活。你能够把这5个关键字融会贯通，好，你就能够虽然利未记不容易懂、不容易读，但是你就知道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需要让自己成为活祭，你需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位祭司，活出圣洁，怎样能够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得到称义，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而你也知道怎么样与神同行，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成圣。所以今天牧师要分享的重点，就是在新的一年如何与神来同行呢？这是我们在2025年迦南教会的行事历，在我们每一年的和会手册当中，都会有一张这个大表在最后面。前面的大表是我们的组织图，后面的大表是我们的行事历。这行事历就是我们在这一年当中365天，我们的所有的主日、所有的周间、所有的聚会、祷告会，通通都在这上面。包括我们要去环岛的计划，包括我们有退休会的计划、运动会的计划、60周年音乐会的计划，都已经经过开会，而把这一些好的行程都安排在上面。而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发现，这一张的行事历很有用。你越早把这张行事历定下来，你这一年好的完成的几率就越大。所以跟你旁边说，越早把行事历定下来，你完成的几率就越大。越早把行事历定下来，完成的几率就越大。你在今年，如果你有任何的目标，你要先做的就是把你的计划 plan 把它写下来，而且把时间定出来。当你写下来定出来之后，你就越有目标去完成。所以与神同行，好，英文怎么说 ？Walking with God， 好，就是与上帝一起前进。你的计划就是跟在上帝的带领，让你在这一年当中，你知道你的目标方向在哪里。在我们读国中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读过这一篇课文，好，叫做什么？爱莲说，作者是谁？周敦颐，都还给老师了。还记得怎么念吗？这好像是国一吧。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好，就是这个周敦颐。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怎样？亵玩焉。然后他又说了：“予谓菊花之隐逸者，菊花好是这个所有花当中，好像躲在深山里面，好高雅的人士。而这个牡丹呢，花之富贵者，这个花呢像是这个有钱人，胖胖的，吃的胖胖圆圆的。莲呢，花之君子者，这是花呢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不带着灰尘和淤泥。”但是呢，他后面在感叹：“忆菊之爱，陶后鲜有闻。”喜欢菊花的人呢，从陶渊明之后呢，就很少有人会以菊花当作他一生的志向。而莲之爱呢，同予者何人呢？能够像我一样喜欢莲花，成为一个正人君子的，有多少人呢？但是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啊！好，世上所有的人，大家都想要羡慕那个牡丹花，羡慕成为那个有钱人啊。这里讲的3种人，一个是躲在深山里面修身养性的人，一个呢是成为一个正人君子，不跟这个罪恶交结的人，第3个呢成为那个有钱人，牡丹花，追求富贵的人。这个周敦颐呢，宋朝的诗人，他说，在那个宋朝刘美监1000年呢，1000年前呢，大家都是追求名声、追求地位，而今天呢，也是一样，追求名声、追求地位。但是呢，这个爱莲说呢，讲到了莲花是出淤泥怎么样而不染，濯清涟呢而不妖。你有没有看过莲花？好，牧师好在嘉义好的这个牧师娘的老家呢，好都有种莲花。这个莲花呢，它就生在这个水池当中。这水池里面呢，这个手伸下去的水都很脏。可是莲花很特别，它从那个脏水里面生出来之后，而且呢会长不同的颜色，
然后呢，那个花打开的时候呢，都非常的干净，颜色非常的鲜艳，就会很纳闷、很好奇，为什么莲花可以从泥巴当中、淤水当中长出来呢？可是这个莲花却是颜色那么样的鲜艳，而且泥巴不会沾染在上面呢？后来科学家去了解之后，发现莲花也好，荷花也好，它的叶面上面呢有一个自洁效应哦，跟牧师说一次，自洁效应。它就是自己会清洁，自己会打扫干净。好，说这个莲花的它有一个奈米结构的表面，就是它有一个非常细的分子，好，以至于那个泥巴不会沾留在这个它的叶面上面，还有花瓣上面。所以，即便呢它从那个淤泥当中长出来，可是呢它自己会把上面那些脏东西剥掉。好，所以不管是水珠也好，污水也好，好，它都会剥掉。所以你再怎么样给它洒脏水、泼脏水，它都不会粘在它的表面上面。所以我们现在呢，好，这个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布料，好像这个陈汉好就在做这个布料的，好，那这布料有一些防水科技啊，好，这个排汗啊，或是透气的功能，但是它就是表面有一些的这些奈米的好科技，能够让这个不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以至于呢，你可以成为那个防水的衣服，好，不会让水粘附在表面上。牧师讲这个做什么呢？就是从这个莲花，上帝所设计的莲花，我们基督徒要成圣，要可以向莲花来学习。在这个礼拜当中，好，从上礼拜到这礼拜，你可以停下来，好，想一想，你看了多少不干净的东西，或是从上礼拜到这礼拜当中，你经过了多少不干净的地方，或是听了多少不干净的话。这些东西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眼目的情欲、耳目的情欲，还有你的肉体的情欲呢？这些东西有没有影响你的生命？如果我们有一个像莲花的奈米科技自洁效应，这些脏东西，就算你每天经过，但是也不会附着在你上面。好，这次牧师去台南参观很多的这些古迹，特别古迹当中呢，好，也参观了很多的庙。因为这是去年是台南建成400年，那很特别的就是呢，原来这400年怎么算的呢？是1624年的8月1号，请跟牧师说一次，1624年的几月几号？8月1号，那一天是什么呢？那一天是荷兰人东印度好这个公司呢，他们的船好在台南，那时候叫做大园，园林的园，好，台语就叫做台湾，好，台湾，好，湾林嘛，台湾。大园登陆呢，好，然后呢，8月1号那一天呢，荷兰的水手还有那些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好，他们有带着宣教士，好，神父一起出来，好，应该说是牧师，一起在船上。他们呢做了一个祷告，好，然后呢就登岸，所以那一天呢成为台湾400年历史的开始，好，这很特别，在我们的课本上面没有说，但是我们说台湾历史400年怎么算的呢？是从荷兰人算的。荷兰人怎么算的呢？荷兰人是从1624年8月1号，他们搭船搭了可能一两年之后，陆陆续续辗转才来到了台湾。然后在那地方祷告之后上岸，就是成为台湾这400年来的历史的开始。所以，我们台湾的历史呢，好，其实可能跟那一些在船上祷告的牧师，好啊，他们可能有密切的相关。或许他们是要来台湾做生意，他们想要成为那个牡丹花，赚大钱，好，能够把台湾有什么这些好东西可以带回去交易和买卖。但是没有想到，台湾这400年来的历史呢，好，却也有很多的故事哦。所以400年来，荷兰人、西班牙、郑成功，好，然后呢又明朝、又清朝，然后又日本，然后中间还有英国、还有美国、还有澳大利亚，最后才是中华民国。总共有9个政权，在这400年来，他们都在台湾这个地上宣称，好，这个土地是他们的。好，中华民国现在是第9个，不晓得会不会有第10个。但是400年的历史当中呢，让我们看见，
如果我们有上帝的眼光，上帝一直对台湾这个地方有特别的计划。所以你看到台湾在这几年来，进步的非常的快，成为台湾之光。上礼拜也有分享，台湾 No.1， 台湾能够在世界上发光，很多的国家都想要来跟台湾做朋友，都想要来跟台湾人做生意，甚至你去台湾很多的景点，你会发现，不管在桃园、在大溪、在台中、在台南、在花莲，很多的外国人都不是像以前的大陆客而已，会来到台湾来观光，他们想要来认识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礼拜二，牧师有去一个台南的历史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虽然历史博物馆里面呢很偏远，而且人不多，但是即便人不多，在里面居然看到还有荷兰人。他们就从荷兰来到台湾，而且进去那个历史博物馆去参观那里面的展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过去的祖先曾经来过台湾这个地方，所以这一点呢，让我们可以看到，身为台湾人，我们要好好的认识台湾的历史。好，跟你旁边说，成为台湾人要好好认识台湾的历史，成为台湾人要好好认识台湾的历史。同样，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基督徒为什么能够跟上帝有好的关系。上礼拜我们讲到主耶稣他已经完全取代了利未记，所以即便你没有读利未记也没有关系，你读不懂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是下面这3件事情，我们再来复习一次。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成为永远的大祭司；第二个，耶稣基督以自己当作祭物，不能被取代；第三，耶稣基督引领罪人能够亲近。读利未记，读懂读不懂，但是你只要能够读到耶稣基督，他是祭物，他是祭司，他让我们得到赦免，并且要带领我们在日常和生活当中能够因信称义，还能够与神同行，因信成圣。这我们就是能够抓住利未记的重点。所以今天牧师要很快的用利未记的3个重点，后半段的3个重点来跟大家分享。当我们跟上帝有好的关系，受洗了，得救了，信耶稣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与神同行呢？第一个就是要谨守神话语，我们一起说要谨守神话语。从旧约到新约，从过去到现在，在教会史上，在圣经当中，上帝的话一直都是所有的圣经的重点。所以当摩西颁布诫命，重点不是摩西手上那个十诫，重点是上帝说的话有没有人在听。重点是今天我们在这边参加做礼拜，你在这边参加做礼拜，在这边聚会花时间在这里，你是来服侍，还是你是来带敬拜，还是你是来出席参加小组？重点是你有没有像玛利亚一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要去听圣经里面到底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如果你没有抓到重点，你的重点画错了，我们可能都会被其他的画错重点的地方偏离了方向，所以我们可能就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会走到哪里去。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称义之后要怎么样成圣，就是要谨守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的20章22节，请你们要切实遵行我一切的法律和条例，免得你们在我要领你们进去的那块迦南土地上遭受排斥。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上帝已经把一切的法律和条例，换言之，今天上帝已经把圣经神的话供应给你。你有没有拿到圣经？你有没有拿到周报？你有没有在周报上面有一个灵修笔记，告诉你每天可以做的事情？这些你不能跟上帝说没有啊，上帝我都没有，我都没有。好，上帝说有，我已经透过迦南教会在你受洗的时候给你圣经，我已经透过迦南教会在周报上面让你每一天都有灵修可以读上帝的话的进度。我已经透过在你的教会当中，这是上帝帮你安排的教会，不断有牧师在提醒你要读圣经，要灵修，要把上帝的话语写下来记下来，这是上帝已经给你。而你第二件事情要做的，
这是上帝做的部分。第二件事我们要做的部分就是切实遵行。好，请大家说一次，切实遵行。你们把上帝的话听进去、写下来，而且行出来。这个有行跟没有行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第三件事情。当你切实遵行，你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能够受到欢迎。如果你没有切实遵行，你在去的地方就会怎样？蓝色的，遭受排斥。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帮助你，你可能会要做的事情都会事与什么愿违。你想要这样，可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这样；你想要那样，但是永远达不到，因为你没有让上帝的话语切实的遵行在你的身上。这件事情让我们思想，就是当我们要与神同行，需要每一天学习读上帝的话。所以我再来问一次，在这个礼拜当中，你有写灵修笔记的人，请举手。好，1位、2位、3位、4位，好，请放下。好，跟你旁边说，好，这礼拜开始我们要写灵修笔记。这礼拜开始我们要写灵修笔记。灵修笔记，好，这5件事情，好，我们来打开。你有没有拿到周报？然后，请跟牧师打开第6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必须要花时间学习。当你花时间学习，并且去做，你才能够去经历上帝的祝福。你都没有去做，又希望上帝祝福你，你觉得上帝怎么样祝福你？可能上帝祝福你的方式，不是照圣经所说的来祝福你。周报的第6页上面有1、2、3、4、5啊，好啊，不是第6页，好，对不起，我看到的是上礼拜周报第4页，1、2、3、4、5，好，请大家说一次，第一个是，第2、第3、第4、第5，好，我觉得大家好像我们这应该不是青年礼拜，我们这好像是告别礼拜，好，再一次，第一个是。第2个，第3，第4，第5，这5件事情，每天你愿意花15分钟，好，读经文，好，你可能没有办法打开圣经，但是在我们教会的群组当中，好，也有那个每日新眼光读经，每一天早上6点都会有同工传新眼光读经到群组上面，你可以透过那新眼光读经，好，就是只要点一下打开。你的手机，它就会播放，就会有人用很好听的声音，把当天的经文读给你听。读完之后，还会带你读新眼光。这整个加起来，不会超过15分钟，有时候都只有8分钟。而读完之后，你就可以按照那一天写一个金句，写在你的灵修笔记上面。再来第4件事情，把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写下来。第5件事情，为你今天要做的事情。祷告求圣灵帮助，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过程。你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成圣，你要谨守神话语。谨守神话语不是只有每天抱着圣经，抱着圣经去上学，抱着圣经去上班，抱着圣经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你从来没有在看圣经，卖功啊！不要傻了，你手机里面就算你下载10个圣经的版本，你都没有在读圣经，有用吗？没有用的。只有你真的好好的愿意切实遵行神的法律和条例啊！所以我们把22节再读一次，请你们要切实遵行我一切的法律和条例，免得你们在我要领你们进去的那块迦南土地上遭受排斥。我祷告迦南教会，是一个上帝应许的教会，是一个流奶与蜜的教会。我祷告在迦南教会，将来成为长职的每一位，或是现在的每一位长职、区长和小组长，都是一个切实遵行上帝的法律和条例的长职和区长和小组长。他们真的先经历读上帝的话，他们才有去说服力，才能够去带领别人。这是上帝的应许。如果你都没有，像最近这个
刘山牧师，有没有听过？好，刘山牧师，好，他最近上个月刚刚离开他的教会，好这个消息呢传遍了全世界。好，他离开了传遍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离开这个教会呢？因为这个教会呢，好要选举呢，好来了一位会友，这个会友想要选执事，可是这个执事呢，他选这个执事呢，4年都没有来教会，一回来教会就想要跟人家选执事。这4年不是说他去别的教会哦，这4年他都没有再去教会的，就一回来就想要用手段、用方法，好想要选执事，结果还真的被他选上了。选上之后呢，这个刘山牧师呢，他就很不满意，好就去跟教宗抗议，好结果教宗说好，但是刘山牧师只有问教宗一句话，说这个程序不符合圣经，好教宗你同意吗？这教宗就说。这个选举就是即便不符合圣经，但是这个选举是有效。这个刘山牧师就说：“好，我辞职。”好，他就 quit， 他就离开了。很多的时候，好教会呢都会在人的筹算、谋略当中，但是上帝却是走不一样的路。教会如果不按照圣经，教会有可能偏差。好，偏差。第二个。在称义之后，我们要分别而为圣。好，我们一起说一次：称义之后要分别而为圣。这些祭司，刚才讲到祭物，还有讲到祭司。祭司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他们要跟别人分开来，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是比别人更笨，不是比别人更糟糕，而是要有一个活出上帝的形象。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下一节23节，请你们不可随从原先著名的风俗习惯，我要赶走这批异族人，好让你们进去。他们的坏习惯使我厌恶。上帝透过摩西对不是只有祭司说，是对所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都要像祭司一样，当你们进去迦南地的时候呢，不可随从，就是当地著名的风俗习惯。这些当地住民就是住在迦南地的这些迦南七族。这些迦南七族呢，他们有的是从海上来的，有的是从山上来的，有的是从阿拉伯、从非洲来的。他们把各个地方的这些拜的偶像呢，习惯的，通通都分散在迦南地。但是那块地呢，是上帝早就要给亚伯拉罕的地方，只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呢，去到埃及400多年之后，那块地方呢，拜了各样的偶像，好400多年，好跟我们台湾的400年历史好有一个 match 的地方。但是上帝400年后重新把这一群人带回来之后，上帝要洁净这块迦南地。说你们要成为新的精兵，你们就是成为新的祭司，你们要去影响那个地方的人，而不是被影响。刚才牧师有说，400年前，台湾上帝就已经派了荷兰的牧师、西班牙的牧师，160年前又派了英国来的宣教师、加拿大来的宣教师，在这个地方不断的派人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上。400年来，在影响这个地方，而我们也好像经历了个400年，要重新进入迦南地一样。我们是要来影响住在这地方的人，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被这个地方的人影响。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期待，为什么在桃园要有个迦南教会？就是要见证进入迦南地，是要见证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应许。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要活出一个跟在这个中华路，或是跟这个桃园市不一样的信仰价值，不一样的人生目标。可能住在桃园的人生目标，哇！我希望能够在桃园买个房子，我希望能够在桃园能够得到多少的产业，我希望能够在桃园的存款储蓄，好能够有多少的储蓄。但是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教会。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信念，是要分别出来，而且要为圣。好，所以我说分别而为圣。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今年要庆祝60年，而今年是长老教会160年。
今年也是台湾开台401年，401年了，目前是400年。在这一些的数字当中，我们要看的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意向和目标。我们要成为祭司，要分别。如果我们都分别不出来，我们的跟别人都一样，我们的信仰价值都一样，我们都把学校的事情放第一，教会的事情放最后，把工作的事情放第一，服侍的教会服侍放最后，我们都先把自己的事情放第一，上帝的事情放最后。你没有什么分别，跟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分别。分别就是能够把上帝的事情放第一，即便我的工作再累，但是为了上帝的服侍，上帝的教会，我愿意把上帝的事情做到最好。即便我的考试再多再重，但是为了敬拜上帝，我愿意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即便我的服事已经很多了，很繁杂了，但是只要上帝愿意使用我，我愿意被上帝所使用。这是一个祭司的生命。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变化而更新。因为如果效法这个世界呢，上帝最后要把这一批人都怎样赶出去。这些教会当中，上帝早晚会把这样子世俗化的人从教会当中赶出去，而上帝真正要带领我们进去的是那些分别为圣的祭司。最后称义之后要承接迦南地。好，请说一次，称义之后要承接迦南地。刚才讲到称义之后，要谨守神话语。第二个讲到称义之后要分别而为圣，最后是称义之后，我们要承接的是迦南应许之地。你知道迦南教会今年是60年，那我来问问大家，你想象一下，在60年、120年的迦南教会会长什么样子？120年，你觉得120年之后迦南教会还在的，请举手；迦南教会不在的，请举手。没有举手的，请举手。好，因为你没有 idea。好，但是牧师今天挑战你，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你相信120年迦南教会还在，为什么它还在？是不是还有一批的服侍的同工？60年后你几岁？好，现在再加上60年之后，迦南教会还有人在这边敬拜。迦南教会的人是越来越少，还是迦南教会的人越来越多？多跟少不是只有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是我们怎么样去承接这个意象。如果你相信上帝要给迦南教会是更多的祝福，你今天该做的事情就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今天只有做这个样子，好，今天我看大家都很累，好，今天我看大家都很冷，好，其实外面真的也很冷。今天我看大家真的都是一副把剩下最后一天的力气才带到这边来做礼拜，好，我觉得这样并不是很好，因为你已经整天都忙得很累，你把剩下的都没有办法专注集中在这边聚会敬拜，好，这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好，说真的，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停留用这样子的态度在敬拜，这样的青年礼拜，与其这样，不如干脆把这个礼拜收掉，不如把这个礼拜结束掉。我们用礼拜天早上大家睡饱，好好起来做礼拜，不需要礼拜六大家那么辛苦、这么忙，好，然后这么累，还要再回来这边做礼拜，好，我觉得没有需要，没有必要。我们就把这个青年礼拜，把它变成是团契小组的聚会，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睡饱之后再来做礼拜。就是如果是我们期待的，那它就会这样子来发生。如果我们每一次都是把最后，然后才要来用来服侍，所以我已经说过很多次，这次应该是第3次。牧师会把一天的体力，如果今天有聚会，晚上这个聚会，我会把我一天的体力一定会留到最后用完，我才会去休息，而不会先把自己体力在聚会前全部都用完，然后真的要聚会要敬拜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力气了。这也是一样，我们要献给上帝的不是只有你的身上的奉献，
你要献给上帝的，还包括你留了多少的力气给神，你留了多少的 focus 给神，你留了多少的专注力给神。我们来读24节，请。我曾经应许把这块流奶与蜜的富饶土地赐给你们做产业，我要把它交给你们。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我把你们跟列国分开。好，上个礼拜天，好，这个牧师在主日讲道完之后，好，下午，好，有一个会友来跟牧师说，牧师，你不要再介绍那个宗教改革了，我们已经决定好不会去，你不要再介绍。我听了之后呢，好，心里面呢，好，有个感受，好，就是说，牧师在台上，好，为什么要介绍这些的事工和服事？但是呢，台下弟兄姐妹只是把它当成哇，好像是牧师是要鼓吹人出去玩，好，然后呢要鼓吹人出去，好去好像是在帮旅行社在打广告或在做事情。后来晚上呢，牧师就跟教会的长老在群组当中，好说，请各个我们的长老好好的想一想，看重这些事情。好，我们很多的规划，好，今年要做的事情，都是在去年就已经开始讨论规划出来。好，但是牧师看到呢，只有牧师一个人在努力。可是呢，如果看到长老都没有为这件事情在努力，好，那牧师可以告诉，好，就是牧师也跟长老讲得很直白，好，说如果长老好都不愿意起来一起努力为这些事工来付出的话，好，那牧师好不会再提出任何的事工，好，牧师就到此为止就好，好，就是牧师就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就好，不会再提出新的事工。好，但是感谢主，好，这些长老很快就给牧师回应。好，所以就很积极的，好，继续在办理很多接下来60周年的事工。我要分享的这件事情是说，当我们上帝在感动人做事情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会回应，就会跟上；但是没有回应、没有跟上的人，他们就会怎样？他们就会落后，他们就会落单，所以就会变成教会，好，有的人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但是有人就停留在原地。甚至有的人因此就会离开。进入迦南地也是这样，当以色列人上帝告诉他们应许流奶与蜜之地，有一群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他们就说可以，我们可以进去，我们可以得到，因为那上帝已经说要给我们的，上帝说要让我们去达到去完成的 ，We can make it。上帝让我们要进去那块地。但是呢，有另外10个人，他们说不可能啊，那个地方都是巨人啊，那个地方好都是迦纳族的人啊，我们去到那边，我们在他们眼中就像是一个蚱蜢一样啊，他们一脚就把我们踩扁了。结果最后谁进去迦南地？就是约书亚跟迦勒这2个人进去，其他200多万人都没有人进去。如果你对迦南教会的接下来60年，你有意向，你有热情，你有目标，我希望你好好的呵护你这个热情、这个意向、这个目标，不要被别人泼冷水，不要被别人泼脏水，不要被别人把你的热情、对上帝的热情给浇熄了。即便有人告诉牧师，牧师你不要再讲，牧师就继续讲，而且牧师要讲得更大声。牧师跑去跟互助社抗议，说我已经讲这么久了，为什么互助社都没有任何的作为呢？互助社，如果你们再没有任何作为，好，我用牧师的在这边的服事，好，跟互助社的社员跟这些理监事保证，好，从此不会再跟互助社有任何的合作，好，就是讲得这么直白，好，所以互助社很快的，好，他们就提出他们的方案，而这一些呢是要跟上上帝给我们的意向。上帝的意向是非常的宝贵，但是我们可能在忙我们自己的事情，忙我们自己的目标，甚至还加上我们是那10个探子的没有信心和害怕，以至于最后没有办法看见，听的时候都很好听，哇，说的时候都说得很好听，但是最后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呢，那就差那一步，就是跨不出去。计划的时候很会计划，开会的时候很会开会，可是真的要你做的时候呢，要说的时候说了，退了，guilty 了，
这都是没有信心的。即便你没有办法做出来，但是硬着头皮做，我宁愿硬着头皮去做。在新的这一年，上帝要我们谨守上帝的话，要我们分别为圣，要我们承接迦南地。而上帝呢，要我们在这一年能够与神同行哦。这是我们在这个利未记当中这一段当中提到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分辨洁净和不洁净。还有第26节说，我们要圣洁，归属于神。你有没有去分辨什么是属神跟属世界？就像刚才那个爱莲说，什么是濯清涟，什么是出淤泥，你能够分得出来哪个是上帝所要带领的，上帝的祝福的作为。今天我们可以透过台湾40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它有它的存在和价值的意义。从这个400年的价值意识之后呢，我发现你全台湾所有的庙都没有比这个1624年8月1号的祷告还要早的。全台湾所有的庙，你去全台湾所有的，以前我都会觉得说，哇，台湾的庙都好古老，200多年、300多年的庙，好，但是我们的教会呢，好，只有100多年，跟人家这个庙怎么比得过呢？但是，好，从开始有这个400年的历史之后呢，我发现，哇，不一样。台湾再老的庙都比不过这一些400年前从荷兰来的这些宗教改革家，他们来到台湾这个土地上面的祷告，深深的影响。400年后，我们好像一个重新再进入迦南的机会，就好像亚伯拉罕跟约书亚这当中隔了430年。这400多年来，有一个重新进入到迦南、回到迦南地的机会。而我们也是一样，带着这样的使命，上帝要台湾祝福，好，能够有新的一波。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好，其实上帝他已经让这样的教训很清楚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来读彼得前书2章9节起。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你相信你是被上帝所拣选的？相信请举手。好，请放下。你相信你是王家的祭司？相信的请举手。好，请放下。你相信你是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相信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好，这些问题呢，你不用为别人举手，你要为上帝来举手。如果这不是我问的，如果是上帝要我透过牧师的口问你，你没有举手的时候，你要去思考，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举手？这是写在圣经当中神的话语，你要去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上帝所拣选。为什么不是你的同学在迦南教会做聚会，而是你在这边聚会？为什么不是你的同事是基督徒，而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是蒙拣选。为什么你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你的身份是王家的祭司，你要分别为圣，要活出圣洁，你要成为上帝的子民，你要用上帝所给我们的帮助我们自己要离开黑暗，要进入上帝辉煌的光明，透过这样来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宗教改革500年来，明年就是518年。518年来，马丁路德为什么要计算呢？是因为在518年前的10月31号，跟迦南教会是同一天生日。那一天，马丁路德他就是在城堡，不是在城堡，在教堂的门口钉上了这95条。这95条呢，就是他读了圣经之后，发现当时的教会没有按照圣经，所以他提出他的辩论，说我们就为这95条来辩论。所以那一天的那个举动，奠定了接下来500年的宗教改革的历史，奠定了这500年的宗教改革历史，比我们台湾400年的历史还要早。所以因为马丁路德做这件事情，
后面才有法国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去了荷兰，荷兰才有这些的新教徒，荷兰才还有这些的牧师带着这些福音才来到台湾。所以我们今天台湾能够得到福音，其实要回到发源地，不是只有在台南，而是在500年前的德国的这个威登堡的门口，马丁路德的那份勇气，他带着信心，相信圣经的话不会错。所以即便100个人里面有100个人说你是疯狂的，100个人里面当中有100个人在骂他或是笑他，但是他只相信圣经的话，因为他是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而马丁路德他也强调信徒皆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上帝面前，不需要透过什么教皇，不需要透过什么教宗，不需要透过什么神父，透过什么修女，不需要透过圣母玛利亚，不需要透过这些的使徒跟他们祷告，不用，每一个人你都可以直接来跟神祷告，因为耶稣已经成我们的祭司，我们就像是耶稣一样的小祭司，就是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可以来亲近上帝，把自己当作像耶稣一样，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所以马丁路德他提出了这3件事情：因信称义，唯独圣经，信徒皆祭司。好，大家说一次：因信称义，唯独圣经，信徒皆祭司。他所喊出来这些口号呢，并不是全部都马丁路德，但是就是在500年前，这些宗教改革者，他们开始发现，这都是当时教会所缺乏的。所以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因信称义？你得救是出于信心还是出于行为？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在唯独圣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启示，圣经所说的是确实无误？今天的教会有没有信徒皆祭司，还是今天的教会变成阶级制度？你必须要透过小组长，小组长变成是你的 God， 变成是你的神。你必须透过你的区长，你必须透过你的长老，你必须透过你的牧师，你跟上帝的关系被介入了，被剥夺了，你不能够直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来祷告，这都是失去宗教改革的精神，意思就是开倒车啊。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因信称义，这上礼拜我们所说的；而在今天新的一年，我们要因信成圣。我们最后再来读罗马书的第6章22、23节，请。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结出果子，以至于成圣。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上帝说我们能够成圣哦。罗马书当中第6章，只有在这一章里面讲到唯二的2次，我们可以因为信心成为上帝的奴仆，因为成为上帝的奴仆，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来，我们就成为圣洁，我们就成为那个出淤泥而不染，你能够与俗世来分别，而你继续成圣下去，结局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就是永生啊！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但是神的恩赐在耶稣里是永生。所以今天你在这里的聚会，都是为你的永生在预备。今天你在迦南教会的服事，都是在为永生在预备，不是只有为将来的60年预备，而是为将来的永远在预备。马丁路德他在10月31号500年前定的那一天，他也不可能知道说500年后还会有多少人在纪念他，他只知道他做圣经当中所应该做对的事情。你也不用去计算30年、60年、100年后有没有人记得你，但是你只要做你每一天灵修笔记当中上帝对你所说的话，对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求圣灵的帮助，相信上帝永远纪念你，把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这一年我们怎么与神同行？上礼拜讲过，这礼拜继续再说。我们要从灵修笔记开始，从能够共读，今年有7卷书共读开始，从我们的每一个月有一次的333的祷告会开始，让我们谨守神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分别出来？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有60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加入迦南教会，我们希望看到有60位的小组长，现在有40几位，我们希望在今年当中能够长到60位，他们能够分别出来，他知道他可以，他有约书亚的信心，有迦勒的信心，他可以的。我们希望在今年能够进入到是流奶与蜜之地，包括上帝要带你们去的德国，或是环台，或是在古坑的退休会，或是其他的60周年的各样活动，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各种流奶与蜜之地。让我们在今年能够与神来同行，能够拿出信心，不要像那个10个探子讲令人垂头丧气的话，你要像约书亚和迦勒拿出信心，按照上帝给我们的，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看见就会得到信心，就能够有信心，就能够得着上帝的应许。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带领迦南教会进入60周年，今年也是台湾宣教160周年，更是福音来到台湾已经400年的时刻。主啊，这么多奇妙的巧合安排，是要再次提醒台湾在上帝的眼中是多么的特别，成为台湾教会的基督徒在上帝的眼中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上帝，你要在这个世代兴起台湾，兴起台湾的教会，兴起台湾的基督徒，为主来做工，为主来发光。主啊，我们在地上的生命非常的短暂，我们在地上的时间非常的少。如果我们的所有的人生都在追求地上的金钱，追求地上的学位，追求地上的名声，我们到天国这一些都不算是什么。但是我们能够在地上有上帝永恒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带着上帝的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为主而活，与神同行。相信在这一年当中，会带来我们的人生极大的突破，极大的转变。主啊，求你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各样的事情都有上帝的安排，都有上帝你美好的旨意。让我们拿出信心，勇往向前，也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把生命献给主。年轻人应该是更要有信心的，年轻人应该要像约书亚、像迦勒一样，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年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主啊，我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年轻人过得非常的忙碌，忙着在网络上面的世界，忙着在虚拟当中的世界，忙着在追逐地上的世界。但是主啊，求你为年轻人开一条路，让他们能够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这一切的东西，主你自己会加添给他们，让他们懂得优先顺序，让他们有智慧，懂得把上帝摆在第一，让他们有不一样的眼光，知道他们要如何为主而活，如何与神同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能回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是我尊贵，世界舍弃点，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舍命，为我舍命，使我的完全，使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已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
于你，收取在于你，从我以你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主的生你所有，我所有一切归你所赐，而我有什么？是你给你，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称你成为。在于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是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拣选我们，即便外面的天气再寒冷，但是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要点燃热情的火，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呼召，让我们听见上帝你的呼声。你拣选我们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你的计划，有你的旨意。主啊，如果我们不愿意为你去，你会呼召别人继续为你而去。如果我们不能为你走出去，你会呼召那愿意走出去的人为你而走出去。主啊，当我们看见你的话，听见你的呼召，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即便很多人说这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时候，我们依然相信，在人所不能，在神你凡事都能。主啊，让我们用信心来跟随你。我们相信，在迦南60周年的时刻，是一个要信心放大60倍的时刻。主要在60周年的时刻，是一个要为主走出去的时刻。在迦南60周年的时刻，是一个要来荣神益人，是一个称义还要成圣的时刻。我们为60个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着60位小组长来祷告，为着能够有更多人愿意走出去，无论在各样的活动当中，都要见证上帝的同在，见证上帝的信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使用我们。主啊，每一个的主日，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祷告，我们都要为你来走出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要再次将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在这一年当中，主啊，我们要为主所摆上，为欲为主来所用。主啊，所以即便很多的人，主啊说是不可能的，主啊，但是在神里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勇往向前，有约书亚的信心，有迦勒的信心。所有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你，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成为祝福。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面前，把我们在今年接下来的每一天也要交在你的面前。虽然利未记不好读，虽然每一天早上
要多15分钟起来打开圣经，或是听神的话语不容易。但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必须要谨守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因为上帝，你要使我们来承接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主啊，如果我们不起来承接，主啊，你会找别人来承接。主啊，如果我们不谨守你的话，你会找别人来谨守你的话。如果我们不小心分别为圣，你会找那愿意的人来分别为圣。主啊，让我们把握今天你所给我们的机会，把握你给我们的呼召意向，把握你所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有主在我们接下来每一天当中，都能够活出神的热情，活出神你的信实，活出神你的美好。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为你的恩典所用，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一起来行。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我能够为你做什么？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你，请起立，献上我生命。所思所行所想，主耶稣都在主你的里面。主耶稣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么寒冷的冬天，仍然有福分来到主耶稣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然后一起来聚会聆听主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也要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年2025年，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这样子迦南教会的60周年的荣耀当中。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在每一天都能够更加的奉献自己，更加奉献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心意。主耶稣，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每一天都能够有主耶稣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更新而变化。我们将我们的金钱交在主你的面前，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所奉献的每一分钱都能够为主你圣工所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用这首诗歌，大家一起来敬拜他，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全是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来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举主的神迹奇，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大恩教会，为主发光。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同在，以及圣灵的帮助，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
使你们能够在新的一年与神同行，能够谨守神的话，知道如何分别为圣，并且能够来承接进入迦南流奶与蜜的意象，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好，我是那个社青的区长，我是木轩。那我今天要来进行我们的报告。来，这当中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吗？好，今天没有。好，但是呢，我觉得因为今天非常的冷，对不对？所以你们今天来的人也非常少，所以你们来到你们当中，可以来到礼拜堂来敬拜，真的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然后神要带大家祝福你，所以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也将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感谢他感动我们，能够来到世界来敬拜他。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报告。好，没有新朋友。好，那个刚刚牧师在讲当中有讲60周年的宗教改革之旅，第一梯早鸟优惠到1月22号礼拜三。那行程跟说明书在49号1楼有，那欢迎索取。那互助社陶家互助社提供无息贷款，有这个有15期跟18期2个哦。棒，对，所以如果想去的话，就是快点报名，在1月22号之前有早鸟优惠。好 ，OK， 然后宗教改革简史线上课程在4个周一的晚上8点，1月20号、2月3号、2月17号跟3月3号共4次，欢迎参加。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教会要那个送给大家，就是每个弟兄姐妹春联。那记得每户1份，那在49号1楼领取。那所以大家等一下回去的时候，记得要到49号领春联，知道吗？这边也有，在外面也有，所以等一下出去外面的时候，记得要领春联，好不好？跟隔壁的说，记得出去的时候要领春联。领春联。回家要贴在门口，对，领完要贴在门口，不能放在自己的抽屉，知道吗？好，那本主日我们要为1月份的那个寿星来庆生，然后请我们在场有没有1月份的庆生，有没有1月份的寿星在我们当中？对，在周报，然后周报第2页有我们的名单。义如有在我们当中吗？没有人1月份吗？竟然没有1月份，好吧，那我们就。对，都可能都自己去庆生了，好吧？那祝他们生日快乐，也愿神祝福他们。好，来，接下来是装备。有人哦。好。对。我们还是要为这个线上的或是看重播的，好，在1月生日的寿星我们来为他们祝福。好，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新的2025年，我们为这个月份生日的寿星们、弟兄姐妹们，为他们来祝福。虽然今天没有在我们的现场当中，但是不论他们在哪里，主啊，求你看顾保守他们，在他们生日的这个月份当中，神啊，求你赐给他们身心灵健壮，赐给他们凡事兴盛蒙福，也赐给他们在所做的事上都有主的同在。主啊，使他们能够在这个月经历上帝你格外的恩典，也他们在接下来这一年当中，能够生命当中有更大的突破，与神与人都有更美好的关系，能够来见证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同行在主的面前，为这些1月份生日的寿星们，为他们献上我们的祝福、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接下来那个全教会，是这个吗？全教会60周年退休会，然后时间是5月17号到5月18号。那在那个49号1楼也有公布那个我们的行程，那地点是去古坑，那中间还会去一些台中跟鹿港，对，台中跟鹿港，然后会去一些名胜古迹的地方，什么丁家古厝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所以可以去报名。那他们公告上面也会有就是你要住的房型有不同的报名的那个费用，所以请大家到1楼公布栏去看一下。那鼓励大家一起报名，一起参加全教会的退休会。好，那截止日期是3月16号星期日，那名额是300个嘛，
对不对？对然后额满为止哦，大家请快点报名。好，接下来是青年牧区的报告，就是在下礼拜六我们的礼拜暂停一次，然后但是当天呢，我们在晚上的6点，我们要一起围炉来吃火锅。那在地点是在我们的49号的地下室。那请就是跟小组长或区长登记，那每个人收费100元，所以等一下的小组时间就可以请大家交100元给区长或小组长了。那个欢迎大家一起来围炉吃火锅。那记得哦，那天虽然没有礼拜，可是请大家参加大年初一的新春礼拜，让我们新春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早上，我们就将这个美好的时间献给我们的上帝。好，跟隔壁的讲说，我们一起来参加新春礼拜。我们参加新春礼拜，然后下礼拜六一起来围炉。下礼拜六一起来围炉。下礼拜要一起围炉。围炉。好，来接下来是小组时间，那请嘉青小组到舞台的左侧，那志壮请到吧台那边的空地。我们就是接下来小组时间，谢谢大家，今天礼拜到这边。